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2022大对决公司台语台9合1选举特别报道。今日开票的特别节目有4点钟，下晡5点至暗时7点是由我柯雄竹和乡亲咱同齐来关心上新上届即时开票的状况。阮即届有30个外场，县市首长候选人上选赢，拢有上新的画面。咱即马就先来小解电视的画面，会当看到即马伫电视的倒手边，这是6都候选人上新的票数，票数领先的人会暂时排伫头前。那下边是其他毋是6都的县市上新的票数，嘛是同款票数领先的2个候选人会出现伫电视顶。目前中选会也无票入来，所以即马是按照号码排。上届下骹迄一抓有一个走马灯，这是即届全国县市首长选举所有的选区、所有的候选人按照号码排，因今仔日会摕到的票数、上新的票数，都会呈现伫走马灯，提供互乡亲。阮即摆全部票数来源拢是中选会。即马时间已经5点外，开票已经开1点外钟啊。咱即马先赶紧来看外场，咱即马要来看台北市。台北市即届虽然有12个候选人参选，也毋过选战的焦点也是放伫3个主要的候选人。台北的选战3卡都的办势，咱即马要先连线来去看哪赢的蒋万安，要连线来去蒋万安的开票竞选总部，请台语台记者郭碧君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碧君。是记者今日伫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开票总部，这个开票总部就伫台北市新生南路加真爱路这个路口哦。今晚会使为现场的画面看到，这个支持者已经是陆续来到现场咯。记者的观察，这个支持者是差不多伫下晡3点的时阵，陆续完成因投票的作业来到现场，就是希望会使以上近的距离看到蒋万安哦。那讲到蒋万安伫什么时阵会来到现场咧？根据蒋万安竞选办公室和记者的资料，目前还无一个确定的时间。敢若讲会看这个开票作业如何，再来安排蒋万安伫上适合的时间来到现场，参各位支持者讲话见面，发表一寡伊对即摆竞选的看法甲主张。上重要的嘛是斗阵来看这个开票状况哦。来讲到投票率的问题，即摆投票率伫台北市早市时阵是有一寡落雨的状况，不过这个雨是伫咧中昼就开始停了。这个雨开始停了后，这个街仔路就开始有一寡塞车的状况，而且这个投票所嘛开始有一寡排队状况哦。即讲，不过即摆有一寡媒体有报道讲吼，这个台北市的投票率的问题，可能是有淡薄低，甚至有一个行政区伫早市时阵，这投票率是无到3成，也是讲差不多3成尔。这投票率问题，大家伫咧看开票时阵，嘛会使来掌握看卖。以上是公司台记者记者伫咧主办开票总部的连线报道。感谢碧君，接落来赶紧甲镜头来去民进党的陈时中，来去看民进党陈时中竞选总部因即马开票上新的情形。陈时中敢有法度延续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的声势，替民进党抢转来台北市的执政。即马赶紧连线互公司台记台的记者郑雅文，请雅文甲咱讲，雅文。好，主播，咱即马就伫这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这竞选总部遮哦，会使看到这开票到达差不多1点钟左右哦，票数是甲这蒋万安加真近哦。这个你嘛会使看到咧，这支持者是豆豆来到会场哦，边啊阁有真侪这警察咯。即个这场地咧是这个会使讲是这总统出来门进前得到这817万票这竞选场地哦，所以会使讲是真有这代表性的象征意义哦。讲到台北市长选举咧。这陈时中自指挥官行到这个自指挥官行到这个三卡都哦，会使讲是讲，互民进党认为是离这台北市长离这台北市长上紧的这一届哦。今日的这个陈时中咧嘛去到这个甲伊的后生去到水源市场来这投票的时阵哦，表示讲哦，这昨暗时困甲袂歹哦，嘛袂烦恼讲哦，这开票进程咧嘛是就是讲哦，这开票进程咧嘛无啥物特别的安排哦。另外咧嘛讲到讲哦，这进行这选情之啊的时阵咧，是看到真侪民众哦好来收听哦，嘛表示讲哦，袂烦恼惊气候会影响到民众这个投票率咯。有计这个陈时中差不多咧，这下晡这7点的时阵会来到这个现场哦。以上是这个上新的这个情形哦，咱将镜头交还给这北来主播。
感谢雅文刷落来，赶紧来看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伊即摆是以无党籍参选，伊有市政的优势，敢有法度延续瓜问题的影响力。即摆咱赶紧来连线来去看黄珊珊开票竞选总部现场上新的情形。要连线予公司台语台记者林书豪，请书豪甲咱讲，书豪。是主播各位观众朋友，记者今麦伫咧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的竞选总部的现场吼，目前咱能看到为着因暗这个开票咧，讲互咱国家目前是已经互2线的马路啊吼，然后来互因暗的活动来使用。现场差不多有300-400椅啊，不过是还未坐满的情形吼。咱来看到台下的观众，即马拢看台顶的表演啊、演讲啊、影片啊等等。第一摆支持者甚至举旗啊来画讲吼，无论赢也是输，因拢会陪黄珊珊坐到底。目前黄珊珊是要来到现场，这时阵郭文迪嘛带伊去到动物园看鸟形，希望黄珊珊甲心情放较轻松的。讲到这个郭文迪啊，伊伫4年前的选举是得到41%的这个得票率吼，到底真做伊的接班人的这个黄珊珊会当得到偌济票呢？其实嘛是郭文迪伫咧2年后要选总统会当参考的一个指标吼。另外咧，昨暝伫咧黄珊珊的选情的暗会顶悬啊，亲民党的副主席张昭雄嘛出席为黄珊珊赞声，甚至代表宋楚瑜讲唯一支持黄珊珊。一个选举的上尾一天，这个动作到底会当为黄珊珊吹偌济票呢？其实嘛是会当互人关心的一个重点吼。目前票嘛正在开啊，咱会当继续伫咧现场来为大家报上这个上新的数字吼。以上就是记者伫咧黄珊珊竞选总部上新的状况交主报。感谢书豪看煞伫台北的三卡都，咱即马要先来小解今仔日5点至7点，下晡乡亲同齐开票来共同齐解破的来宾2个现场的学者，要先来小解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伯中曾老师，曾教授你好。大家好，真欢喜来到今日的现场节目。另外一个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吴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要感谢2个老师，今仔日来到现场替咱分析选情、关心开票的状况。即摆用短短3分钟的时间，要请2个老师，咱先来看即摆台北市的选举三卡都。即摆选举是毋是嘛是会影响大家会看讲这甲2024总统大选，也是讲未来政治版图将有关系？先请曾老师。是，过年我就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所以讲大家甲即摆的高合的选举当作是蔡英文总统的成绩单，因为即摆的选举就是一个期中考试。那是考了有好，那2024年伊就较好讲话。那考了无好，无及格去用断掉，伊今就毋若时间用真歹困。2024年的总统选举伊的提名权嘛受到影响，所以讲虽然是地方的选举，但是咱会使甲中央总统选举甲伊扣连来观察。是，吴老师，你安怎看台北市这个三卡都？大家拢真关心，讲到底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想要抢倒来执政，也毋过郭文天嘛是要延续伊的政治势力。你安怎看台北这个三卡都的办势？是，咱看到即届吼，咱台北市啊，一寡县市拢是共款，伊的原本的迄款市长已经年会已经满。所以咱满的时阵，伊就爱有伊的接班人。到底伊的接班人是要接互啥？咱过去来看到，伊要接互黄珊珊。但是上重要是讲，咱即摆咧看的是台北市有法度主导全台湾的规个选举无？尤其是2024年的部分，因为过去内底咱知影。2018年的时阵，有市长就是选掉了后，然后要进一步搁去选总统的部分。但是这一届咱看到台北市内底，这届蒋万安到底伊的选举选情会安怎？伊的选票有法度变做哪样的强主无？这是未来爱看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上重要，就是讲，咱看到即摆的选举的部分。到底咱看到后壁，到底这个选情的部分，因为这届较冷的一个部分，咱尤其是这届吼，咱有2个选择，然后一个就是讲哪赢啊大赢的时阵，大赢的时阵当然哪赢内底就有足侪迄款组合会出来。啊，但是绿营若是大输，还是小输的时阵，就要去看
会影响到2024的这种选举无？这个选举的部分会影响到提名权无？因为其这个时间短短剩无到5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的党主席伊的到底是啥？这就变做是一个足重要的部分。是感谢两个老师，简单替咱开破即马台北三卡都的办事。继续咱即马赶紧甲镜头来去看南部，来关心南部的两个都高雄和台南。因为这两个高雄和台南拢是现任的市长要拼连任，所以一般来看有执政的优势，所以赢面嘛有较大。这届的选举，大家嘛普遍感觉讲南部的选情哦有较冷，无亲像台北也是新竹遮尔啊热。啊，那高雄4年来已经办过5届的选举啊，所以这届呢，高雄市长陈其迈是甲2年当做4年来拼。面对国民党的对手瓜子温，陈其迈是同款有执政的优势。面对对手的批评，也有议题攻势，伊拢是真能处理。选战伊同款拍施政的成果牌。开出来票，敢有法度评伊2020高雄市长补选的时，摕到7成，超过67万，也搁较济。咱即马赶紧连线来去人互陈其迈开票的竞选总部公司台记者洪敏珍，请敏珍甲咱讲现场上新的状况。敏珍。就伫咧陈其迈的竞选总部，你能看到现场其实不加闹热。有一车者呢，对下晡3点半登票登线呢，就家己来遮了以后，伫咧遮守候要到阵来看开票的状况了。啊，那今日呢，这高雄市有影天气不遮好，不过呢，投票率敢有法度亲像今日天气有影遮尔好，大家拢伫咧关心。陈其迈呢，这回是拼出政绩牌，希望要冲破100万票，也就是2014年这单局的这个99万票的关票，不过呢，投票率犹原是一个关键。那再来看这个高雄的选举版图的变化，2014年呢，这单局得票率的部分有68%，加强摕到99万3000多票。2018年呢，国民党的韩国瑜摕到53%得票率，加强有89万票，是赢民进党的陈其迈15万票。迄个时阵的投票率呢是7%，是有史以来上悬的。啊，那这回呢，这2年这韩流的势力，无像英国遐尔啊车压，高雄市议员这拿力食厝的变化也值得关注。今年呢，这高雄市议员的部分，因为地北选区人口有变少，所以总食厝对66厝变做65厝。敢有机会，民进党会当议会过半，哪天变绿地，大家也拢伫咧关心。啊，那即阵呢，这民进党部这边有统计，将阿的数据讲，这投票的这投票数差不多是5%8%，其实甲因所期待也是有淡薄仔落差。啊，那陈其迈这边呢，拍算是暗时啊7点就会来到总部遮来发表谈话，伊到底有敢有机会继续来连任呢？咱就继续守候伫咧遮。现在时间镜头高天气好，主持人。感谢敏珍，这届高雄市长这阵国民党是派出前立委瓜子温要来挑战，咱即马就先来看瓜子温开票的竞选总部现场的情形。瓜子温即摆要来挑战高雄市长陈其迈，不过瓜子温家己嘛有讲哦，目前国民党的气势是有较低，所以伊嘛知影高雄市长这个选举这阵是真好拍。不过伊讲伊无考虑家己胜败的问题，伊唯一考虑的是家己敢有法度甲拿军的票吹出来，互高雄市议员国民党这边会当保掉实处。啊，那国民党内瓜子温这个人选在选举进前，大家嘛有在讨论讲。高雄要选赢，国民党即马看起来办事是有较困难，而且国民党长期对高雄市长的人选嘛，看起来拢无啥咧规划，所以国民党即届有一个想法，是找出一个较少年辈的人出来选，就算即届选输去，继续留点高雄经营在地，适当后等陈其迈做2任了后，应该就会使有机会搁出来拼。安尼有4年的时间来经营，拼选战选赢机会就会变较大。会当看到瓜子温呢，总部现场人嘛是真济，大家嘛是咧关心目前开票上新的情形。所以赶紧甲镜头来去关心南部的另外一都，就是台南市。台南市长的选战同款是现任的市长黄伟哲要寻求连任。
国民党是派出现今的市议员，全国知名度嘛真悬的谢龙介来挑战。不过这场选战拍起来，大家嘛是感觉讲有淡薄冷。伊认为讲台南的黄伟哲应该嘛是赢面较大，不过呢，黄伟哲敢有法度摕比顶一届的票也搁较济，这是外界关心的重点。咱即马赶紧要连线，互人伫黄伟哲开票竞选总部的记者郭彩岩，请彩岩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是的，主播，即马记者所在现场是黄伟哲的竞选总部开票现场，咱看到支持民众已经陆续来到这来做伙关心开票的状况。即马时间已经5点外，过1点外钟啊！黄伟哲即马开出来的票，会当讲是一路领先。除了是今年总共有4个候选人来挑战黄伟哲的连任之路，包括国民党的谢龙介。不过伊即届敢有法度会当摕到甲4人前的票数，嘛是各界会当关心的，因为2018年。黄伟哲有摕到308票得票率，甲伊的对手高斯普32来讲，伊共赢5万外票。佮迄当阵是有韩国瑜的影响，今年因为选情冷清，所以大家嘛是会足够关心讲，即个黄伟哲今年会当摕到得票率，敢有法度会当到6成，因为。台南市会当讲是民进党的票仓，所以以后大多会当啊，这个票数得票率啊冲我管，这嘛是会为民进党摕当来一寡民主。这即马是按算讲黄伟哲会伫暗时7点来到现场来甲大家讲话，阮即马嘛会伫遮为大家关心上现场上新的状况。即马先甲时间先互主播。感谢彩岩，接落来咱即马要请现场2个学者、2个来宾，替咱分析讲，老师敢嘛认为讲，即届的选举真正是北部较热，南部较冷。吴老师你安怎看？我感觉吼，其实即届的选举南部毋是讲较冷，其实咱看到选举连任的陈其迈，以及个选举连任的黄伟哲，其实因是拢用政绩来感动咱的选民。但是咱看挑战者，伊一定爱去经一寡伊的政策，经一寡伊的想法来提供互选民做一个选择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即届较无彩是讲，其实敢若一场迄款政见说明会的部分，这对选民来讲，这是一个较无法度完全了解所有人的政策的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咱看到讲，其实即届国民党在提名的时阵，较趣味的是讲，伊拢毋是为在地来做即种来栽培人才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咱看到即届提名全台湾看来，尤其是查某的这种女力的部分，是特别向优出来作为一个迄款特色。所以咱看伫高雄市的时阵，咱看到是想要用迄款瓜子温的迄款。温柔迄款力量来感动伊的迄款支持者，希望因会当出来投票。但是咱看即届陈其迈，伊透过伊的政策，不管是伊各种不同的迄款展览，也是伊迄种看到伊的迄款政策的这个部分，其实拢会使看到是讲，这2个部分，一个是口号，一个是政策。即安尼比起来时阵，当然是有较冷、较热，会无共款的感受。但是即届北部的部分，其实是应该是爱较热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咧扫街的时阵，可能是北部天气较冷寒的时阵，所以咱看到讲出来的时阵，敢若感受迄款感觉，无讲话都遐尼热的这个情形。是安那曾教授，你是安怎看讲？即摆的选情，大家是感觉讲，北部较热，南部较冷。这嘛是甲讲，国民党派出来的人，国民党感觉伫咧南部就是民进党的票仓，是毋是讲要赢较恶，所以较困难。老师安怎看即届的选举，南北无共的即个情形？应该为整体选情来分析啦，吼。那4年前迄摆高雄真热啊，因为韩国瑜甲陈其迈。互相之间的争斗是真精彩，但即摆因为强弱看会出来真明显，所以讲选情较平稳，这是会使理解的。但是新北市因为选情落差嘛真明显，你会看到国民党正赢，就阵赢就较稳，较无用花招吼。所以讲应该到底在一边较冷较热，爱甲选情结合啦吼。啊，但是国民党嘛毋是无用心咧拍拼啦。因为即摆若是，比如讲若瓜子温若是选啊袂歹，日后会使做一个活期。比如讲留伫高雄选立委，也是等于伊个故乡屏东继续选。所以讲，这为整体态势来看，嘛
袂使讲国民党无用心伫南部啦，因为强甲弱态势上明显啦。是，安尼，吴教授你是安怎看讲？其实国民党若是像头拄仔曾教授咧讲的，要栽培人才。用瓜子温其实伊是潮州人，其实台语嘛讲甲真认同，所以呢，只是讲伊长期拢伫咧北部，大家熟悉伊的时阵嘛，是因为讲伊是教授，大概教授。但伊即摆伫咧选战，你感觉讲国民党嘛是想要用有培育人才伫咧遐，后摆来拼4年后的选战？是，咱看到过去国民党上届心息的，就是讲，伊逐届选举的提名吼，拢是有无共款的迄款制度，所以互想要长期伫地方去经营的人，会法度感觉伊无法度讲，到底我是要选一个在地，还是要选一个空降的？啊，空降的知名度绝对有较悬，但是在地经营的，当然伊甲地方的交配，都有迄款各种不同的迄款关系。但是咱爱看到的是讲，其实即届瓜子温，即届在拍的时阵，我家己的感觉吼，因为我嘛落去高雄几6届，其实咱看到讲地方这议员拢愿意甲伊合作伙，但是咱看到讲过去内底，咱想到是2018年的时阵，迄个时阵韩国瑜的选方来甲所有的候选人的投票拢摇悬起来，但是即届瓜子温，伊对到底伊要请啥物人？请啥物大咖来帮伊徛台的时阵，你就看到讲，到底是要找伊讲新北市的侯友宜，还是讲要找韩国瑜，还是要找罗秀燕来甲伊徛台的时阵，伊就变做讲伊毋知要安怎选择。上重要是讲，国民党内底遮个大咖的吼，到底有法度全部拢徛做伙来共齐甲伊支持？咱看到就讲有一款王不见王的迄种感觉，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因的大会书内底，其实是办相真讲是对一场，伫台中迄场，罗秀燕伊办一场迄款所有的国民党提名，所有女性的款候选人伫遐大会书。但是咱看到讲，即场2020年的即种选举，绝对会影响到后壁咱看到2024的即个选举，因为为虾米？咱2018年的时阵，迄个时阵韩国瑜嘛是拄选完高雄市长。选完了后，伊的人气足悬的，啊，怎伊就去选总统。所以咱看到即届包括台北市，吼，蒋万安，伊若是选了有够好，选民敢会甲投射讲，你无一定会当往后边。选总统安尼。咱搁想到是讲，包括新北市的市长，伊嘛是一直靠林佳龙去甲吐讲，你是咪要绕跑要选总统？所以咱看到讲选总统的议题，竟然伫2022年即届要选开始均价，对，提早均价，提早均价。所以咱看来讲，无法度去看到政策即个部分，这是较可笑的一个所在。我补充者，主要吴老师讲到国民党的提名吼，确实啦，瓜子因是无初选，伊是中央直接提名过指派到高雄参选，但是台北市这边民进党嘛是无做初选。哦，迄个林佳龙准备真久，到尾嘛是应份啦，去新北参选，由陈时中和蔡英文总统指派来参选，所以讲各个政党拢有家己的问题啦，是拢有家己的暗算。咱即摆先赶紧来关心外场，咱即摆先来看桃园。桃园伫即届的选战嘛是真热，因为即届电尾产做2支嘛，一定会换人做。啊，那国民党是派出张善政，一开始就是像头老师讲的，在国民党内其实嘛有出现提名的风波，也毋过尾啊，国民党伫咧桃园有展现大团结，赶紧来连线，吼。来看张善政的开票竞选总部，请台记台记者麦尚莹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尚莹。即个国民党桃园市市长候选人张善政即个竞选总部的即个开票的现场，即卖时间是下晡差不多5点20分，而头拄啊投票杂志的时间也就是下晡4点，已经过了点外钟。透过镜头，大家会当看到讲现场即个场地也个舞台拢已经准备好势，而且真侪支持的民众嘛慢慢啊已经来到现场。有的人是举旗啊，有的人是举牌啊，甚至讲有的人是分皮啊，也个有分喇叭，拢是要来支持因心中感觉上好的人选。根据了解，张善政今仔日早起是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陪伊去投票的。伊表示家己的心情是真平静，嘛对这个选举是有信心的。竞选总部是表示张善政先生差不多会伫下晡下午7点的时阵会来到现场，甲大家见面。即马现场的这个民众的心情哦，拢是
对着银幕的这个数字来起起落落。目前竞选总部所统计出来的票数，中选前是14万多票，甲伊上大的对手也就是民进党的郑文平，伊的票数是差不多差2万多票左右尔。而且要为大家强调其实实际的票数，原来是爱以中选会的数字为准。再来，根据桃市选委会这个统计其实这摆的这个市长的选举人数有182万多人，比顶一届加出9万几个。今年因为这个竞争真激烈，所以开出来票数有可能是相差无介偌济。选委会讲民众的投票率应该是会超过60%，而且有可能比英国更加高。以上就是现场上新的情形，主播。感谢双赢，所来赶紧来看张善政的对手，这是民进党伫桃园有执政的优势。不过大家嘛知影，桃园这个所在原本这提名有出现一寡风波，原本是派林志坚，后来林志坚因为论文的风波，则换做即马的候选人郑文平。郑文平的起步有较晚，加上即摆郑宝清阁发动参选，敢会扭到伊的票？来关心即马开票的竞选总部开票上新的情形，咱即马要连线，互人伫郑文平开票总部台记者由怡真，请怡真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怡真，在呢，人就是伫咧桃园郑文平竞选总部的现场，会当看到呢，伫记者后壁是开票之夜的舞台。伫咧舞台头前呢，有袂少的支持者，伫咧4点到开票呢，这个投票结束了后，就陆陆续续拢赶来到现场，就是为着要关心上届新的这个选情。这支持者呢，差不多有100人左右，拢来到呢这个竞选总部的内院呢，来为因所支持的候选人郑文平来赞声。不过讲呢，咱会当看到今仔日伫桃园早起有寡落雨啊，即个规工拢乌阴的情形之下，天气可能有淡薄影响到即届桃园市长的投票率。投票率在即个选委会的公布呢，是伫58%，是比顶一届市长选举的60%呢，要搁加2%。不过即届呢，桃园国民之都的即届选举呢，其实在立赢有袂当输的压力。不过呢，即个上新的开票状况呢，伫咧开票1.5钟左右的时间，其实郑文平呢和即个张善政呢，一直票数有寡差距，还有一寡落差，两个人争差。所以呢，即摆现场呢，大家支持者呢心情有那是非常的紧张，也是非常的即个希望讲呢，出来票数是毋是有法度变盘？郑文平嘛是伫咧4点20分的时阵来到现场。以上呢是即个记者伫咧现场为你掌握上新的消息。现在请甲镜头呢迎合主播。感谢怡真。若即届呢，伫桃园民众党嘛有派人出来选，是派现任的立委赖香伶参选。赖香伶捌做过柯文哲伫台北市的劳动局长，伊长期嘛咧关心劳工，而且呢，伊媒体知名度嘛有，所以呢，有人就讲桃园即届的选战是4卡赌。要请问现场的2个教授看法，曾老师，你敢看这是4卡赌，还是桃园，还是哪力对决？一般来讲，咱你讲了3卡赌还是4卡赌，其实迄叫做策略性投票策略性投票，咱会引申过一个现象，就是弃保效应来照咱目前开票来看应该也是蓝甲绿之间的对决，因为这目前的票数也是集中了蓝甲绿的2位候选人，而且这差距慢慢扭开这甲选情的民调基本上嘛是一致但是咱会使为另外角度来看，若是赖香伶到尾得票就歹看，那柯文哲这民众党的党主席，伊的颜面尽失，以后足歹徛起的。所以讲，即摆的选举嘛是民众党会是个检验，咱这个结果再来看，伊到底使徛伫咱台湾的政坛无？是那吴老师，你安怎看？是4卡赌还是哪里个对决？我感觉是哪里个对决？为什么？因为原本当然对柯文哲来讲，伊伫咧逐个县市，毋是逐个县市拢有提名。对，伫咧桃园市提名的时阵，伊嘛有想讲，伊有机会会当帮民众党开疆破土。但是咱看到是讲，选情选到后壁的时阵，伫咧边仔的新竹市的选情，竟然就影响到桃园市的选情。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上重要就是迄个新竹市的迄个高虹安伊的部分，到底对劳动的权益顶头，对
赖香伶来讲，伊是足歹讲话，所以到后壁咱看到就是讲，伫民众党内底，伊家己选择的策略内底是保掉新竹啊甲台北这两县，汤这个部分就较点，但是咱看过来。是讲原本是讲四卡都的部分，但是地保清因为伊是脱党来参选，当然咱看到伊伫民调顶头，无法度讲完全讲放到零为止。为虾米？因为也是有一寡民进党内底有一寡选民，伊感觉讲，人伊都报名要参选，是咱无爱互伊有机会来透过参选的过程内底来进行投票。但是咱看到是讲，伫即个部分，一个规个大局来看的时阵，桃园市过去。郑文灿伊的政策内底个，有法度延续过去伊的政策这个部分，伊有去甲伊个党内去做这参详，所以咱看到讲，伊想要用政策来甲国民党来做一个对判，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伫桃园的这个部分，原本是想讲三卡都还是四卡都，但是到尾也嘛是拿力对决。是，就是像头拄啊老师讲的分析的，其实即个新竹和桃园的选情有一寡淡薄拢。牵连做伙，咱即摆就赶紧来关心即个选战上届闹热的选区就是新竹市。新竹市甲台北市同款，拢是三卡都的局面，三卡都的办事，哪力白拢要抢落来新竹市的执政。啊，那新竹佫因为有科学园区，所以即个所在的选民普遍呢有做高科技的较济，嘛是较少年的，收入嘛是较悬的，所以呢选民的结构就甲一般大家咧想的可能无啥共款。啊，那高虹安是高科技出身，而且一开始民调嘛拢有较占赢面。也毋过呢，高虹安愈选争议愈多，这敢会影响伊即届的甲支持度变做选票。咱即马就赶紧要来连线，互人伫高虹安开票总部台记者陈富宪，请富宪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富宪。所在位置就是伫新竹市的空珠公庙广场，这就是民众党的候选人高虹安的开票暗会所在位置。目前台顶的乐团正在演奏，大卡支持高虹安的民众也是愈来愈多，现场的气氛会当讲是愈吵愈热。不过这届新竹市长的投票率敢若61%，是比前两届更较低。这回这个高虹安目前开票的姿势呢，根据这个台顶书记所放送的，10票民进党的沈慧虹，佮有国民党的林金玲，佮较多1万票，已经突破4万票了。不过新竹市这场三卡都的选战，会当讲是非常的激烈。对高虹安参选的这140天以来，面对着伊种种的质疑，包括讲伊过去在注册会时阵，疑似有用公费出国留学。佮有伊伫立法院的助理的加班费，也有涉嫌贪污加助理的加班费，专做个人的使用，互检察官来做被告。最后的这礼拜，佮有网络红人苏餐鸟对面册也出讲高虹安甲办公室的性别事件后落来无处理，这款种种外界质疑的声浪，煞互高虹安的声势是愈拍愈悬，而且到最后，国民党林金玲后援会总会长，也就是现任新竹市的副议长吴邦干，也转向支持高虹安。这一块转向也拢互高虹安的这场选战结果是愈歹有了。以上是记者对现场所掌握的上新资讯，甲时间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富宪，接来来看伫民进党新竹市长这届的选战，来看另外一个候选人沈慧虹。沈慧虹这届是想要接落来林志坚来做新竹市的市长来拼选战。咱即摆来看沈慧虹开票总部现场的画面，会当看到伫现场其实人嘛是愈来愈多啊。那大家嘛拢在关心即届开票或者开票上新的状况。沈慧虹甲高虹安两个人这场选战，两个人是拍甲真激烈，加上国民党的林经仁，新竹市长这阵甲台北同款，拢是三卡都的局面，拢是拿力白。
大家伫选举之前嘛，拢会在讨论敢有弃保的效应，这嘛一直拢是大家关心新竹的焦点。而且新竹这摆选战议题嘛真济，就亲像头拄连续讲到的，高虹安选到尾啊，大家拢在拍伊一个，伊的争议一件一件拢互压出来。新竹市的选战应该会当讲是这届地方的首长选举当中算是上届闹热的。啊，那新惠宏拍选战，伊原本是有执政的优势，而且伊是新竹市的副市长，加上这届民进党嘛是投入大资源，包括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前副总统陈建仁，拢全部拢有去替新惠宏徛台。啊，那民进党立法院总召集人关建明，伊嘛是新竹人，嘛是全力在替新惠宏徛台，在留伊的支持度、留伊的票。希望会当互新竹继续掌握民进党执政的优势，啊，毋过敢有法度票尾啊开出来时阵就会知影。这是新竹这届上届热的，即马咱继续来讨论新竹这一战哦。要请曾教授来甲咱分析看卖，新竹这一战遮尔啊热，即马是毋是三卡拄这个部分是真明显，也是讲搁变做是两个查某人的对决？是，照来讲，新竹市人口35万尔，是，确属台北市一个行政区，好，而且伊是向所谓的迄个一般甲家人讲话是省辖市啊，吼，伊的地位甲一般的县市差不多尔，但是伊的热度显然煞比其他6都比起来袂水，吼，一来是伊的选情较复杂，因为其实主要讲三卡都其实有6个候选人啦，好，主要大概把加减讲放伫迄个国民党、民进党以及民众党的无党籍候选人，吼。那但是呢，三方的资源、投入的资源，会使讲总统级的选战，比如讲蔡英文总统甲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来现场扫过几啊遍啦，互家用会甲这选情岔开。但是咱讲高虹安伊是科技界出身的，是毋是较有优势？这是看咱分析，因为虽然新竹有竹科甲足侪科技人，但是因主要是在竹北，伊的选举是新竹县，毋是新竹市，所以我到底有加分无？再去看啦吼。但是有一点会使思考，选举进入后届段时阵，伊的表现一个向激发出来，比如讲就伊的助理的薪水的问题，还是伊论文的问题。但是咱台湾人有一个个性啦，你若是做唔对，爱拍50大板，我甲你拍100大板的话，一般会有个反作用力啦，大家感觉会疼惜伊。所以讲民进党安尼操作，是咪甲这个高虹安呢增加伊选票，咱会使来观察。但是就咱即摆目前开出来选票来看，应该是新竹市市民会接受高虹安。是，就是亲像老师在讲的，拍伤凶敢会变做反效果这个部分，吴老师你是安怎看？我个人是无安尼看，为什么？因为咱看到即届吼，新竹选举内底足奇怪的，就是讲，即块政党政治内底，照理来讲，所有的政党应该是爱维护家己的候选人，但是咱看到讲，这国民党内底伊的候选人林军仁，伊的不管是伊的竞选主委。也是国民党的副议长，也是后壁正议长，尾啊拢总反背，怎落跑？更加上个互人感觉上奇怪的讲，连国民党党主席徛伫候选人的边仔的时候，伊竟然讲出来讲，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大家有啥物共同的目标，就是要甲民进党落架。所以咱看到讲，照理来讲，政党应该是爱推荐家己的候选人，为家己的候选人去辩护，但是伫咧算啥？我其实曾教授嘛有讲到，即届高虹安伊有啥物问题，伊有迄款助理费的即款争议，大家咧看啥物？看啥？就是主要看伊若是选调后壁佫有补选的问题，所以咱看来讲，大家拢在计算，计算啥？毋是政策，毋是未来，毋是关键，但是咱看来讲，哪白大家拢在算，算啥？白色这年在算2024年的时候，伊若是起来，伊就有法度有迄个选总统的化败权。但是国民党在看啥？这色若是就是讲这届票迄个白色力量起去，但是伊个补选的时候也佫有机会。所以咱看到讲，大家在计算的时候，毋是这毋是民主政治一个足好的效果。是，这毋是好代志。对啊，吴教授讲的，那按照政治的状态来看。各位政党拢有家己候选人，咱咧天高底，但是但是
会记得2014年啊，2014年迄阵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嘛无提名家己候选人啊，嘛是为规党用规党之力来挺迄个郭文哲嘛，吼，对，啊，搁要互伊当选啊，目前两边拢啊变面，所以讲这是政治的现实的问题，吼。固然有政党的原则啊遵守，但是呢，现实更加重要。有当时选举真正就是较现实，有一寡有空无顺的物件，拢会用挖出来，就亲像老师来吴教授，你感觉讲林志坚的论文的风波，敢有影响到新会红的票？我感觉伫选举的一开始吼，当然林志坚的话题当然是向热烈拍，但是咱看到是讲到后壁的时阵，换了候选伫迄个候选人伫桃园的即个部分，到底有去影响到新竹市的即个选举无？其实咱看到是讲，其实伫选举的话题顶头，候选人伊本身的特质。这是跟这是较重要，所以咱看到是讲，即届新辉煌在选的时阵，包括着伊后壁，咱看林志坚的影，伊讲郭建明的影，啊，甲放弃连任李延惠的影，拢伫后壁大家甲斗杀。所以若无安尼斗杀来讲，咱就看到过去林志坚伊的论文的争议，可能就延烧去新竹这一局。但是咱看到是讲，这林志坚这个部分已经退选了后。咱看到伫新竹的即个部分，全部倒来看到候选人本身、政策本身，抑个伊本人个人的操守即个部分，所以咱看是讲，即届选民吼，新竹原本照理来讲，毋是上重要的这个选区，照理来讲应该是6区、6都即个部分，但是伊却变做即届选举上重要的一个变数。焦点，安尼老师你郑教授，你也感觉讲林志坚的论文敢有影响新辉煌，还是讲其实伫咧新辉煌做副市长的时阵，其实用市情来看，就是亲像棒球场一开始用就引起争议，因为害一寡球员受伤嘛吼。啊，这争议是毋是也是讲登去到讲，其实是执政的时阵有一寡市民无法度满意的所在，才会影响到票数。咱甲选民分做3种啦吼，第一种是市中的，你做较歹有啥物缺点要上招互你的，对这种人无影响。另外一种选民是本来袂招互你的，吼，你论文有问题，你的助理费有问题，还是你棒球场，还是你讲唔对的，比如讲台积电嘛有瑕疵品这种讲法哈，这本来是袂招互你的嘛无差，主要是对中间选民有影响啦。中间选民可能还袂决定要招谁。啊，你一届一再出包哈啊，有迄个论文问题，啊个失言，安尼就对中间选民有影响，可能的中间选民到底占几趴是歹讲，但是一来一用，比如讲2%，一来一用就4%咯，所以讲中间选民上尾嘛是影响到选情。是，另外呢，就是新竹啊，其实嘛是郭文哲的故乡，总讲即届互高虹安选调。看起来即马若是开票开出来的时阵哦，新竹甲台北，大家嘛是想讲，若是上无民众党是毋是有法度摕到一个？民进党是民众党吼，我若记唔对是2019年成立的，啊2020年的时阵总统大选甲立委选举的时阵，伊有大概有提名一寡区域的立委候选人，但是这是试探性的，但提名无几个。啊，伊主要的席位是不分区摕到的，即个是全民的选举，所以讲即摆九合一选举会使检验到底民众党有法度伫咱台湾徛起无？若是即个选了好看，未来郭文哲伫咱政坛有伊的分量，但即个选了歹看，去了，恐惊伊以后的政治生命足歹看的。啊，那郭教授你安怎看？讲安尼，若是新竹真正摕落来，郭文哲敢会甲伊的当作2024选总统的据点刷到新竹去，颠倒毋是伫台北。我感觉吼，即届对郭文哲来讲，伊的诉求来讲，就是讨厌民进党。即一届国民党的诉求嘛是赶快要落价民进党，所以咱看即个国民党啊，甲民众党因有共一个伊个目标就是要甲民进党甲拍落来，但是咱知影，即摆对台湾来讲，咱过去吼2018年选举选完了，迄个时阵民进党大败了，结果互对方迄款中国，伊有感觉到感觉台湾有一个迄款无共款的变化，所以咱看2019年的时阵。1月2号，伫各台湾同胞书的时阵，习近平就甲大家讲，伊要推动1国2制台湾方案。
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这届选举的结果，到底会变做2024年这个重点的部分。所以咱当咱看的时阵，就是讲，其实这届9合1的选举内底，不管是国民党也好，还是民进党也好，选了好甲歹，我感觉对2024年来讲，到底什么人要选，什么人会当出来选，包括着咱即摆看了，郭文哲一定会出来选，但是伊要甲国民党什么人配合，还是讲伊要行家己的路，这就是无共款的想法。但是民进党足简单呢，选完了就是团结搁支持，后壁到大家往正经来看，所以咱看来讲，这两个政党，这三个政党其实是无啥共款。尤其是这届民众党，若是互伊摕落来新德市的时阵，伊会感觉伊有过去亲民党这个想法。吼，因为咱看过去内底，其实台湾慢慢出现过3、4个较大型的政党，但是尾啊渐渐嘛是缩小，变做干那国民党甲民进党两个大的政党尔。好，所以咱看的就是讲，咱台湾的政党的趋势嘛是有这种方向。吴教授讲，迄样大致思考啦吼。若是用民众党即个选了好看，啊，国民党咱台湾政党使徛起，其实上大的威胁是对国民党来讲。是上大的威胁。因为伊的票，国民党的票恐惊去民众党分去，收他。那民进党会使冷眼旁观，因为因的票收他的部分较少。是。所在，咱即马先赶紧来看外场，来关心即届新北市的选战。新北市传统拢是拿力在对决，即届嘛同款。啊，那现任的市长侯友宜顶一届是摕到116万票，有创下纪录。即摆伊的选举，大家嘛是真关心，讲伊到底敢有法度赢过伊家己？会当看到侯友宜竞选总部现场，即马真侪人已经到现场去甲伊支持，大家嘛咧关心上新开票的情形。啊，那伊即届的选举，伊头嘛是用政见来拼选战，伊是认为讲伊伫顶一届任期有讲的政见，伊拢有做甲到，所以呢，即场选战在拍的时阵，伊看起来。共款嘛是感觉家己的赢面较大，啊那选票即马开出来，会当看到新北市即马中选会上新的票数已经侯友宜确定有摕到超过26000外票，林佳龙是16000外票，这是中选会的票数。啊那侯友宜即摆选举，大家嘛是一直敢问讲，2024伊敢会去选总统？敢会真正做完4年？敢会真做一个落跑市长？啊，那针对这个问题，侯友宜其实拢无正面的回应。其实侯友宜即届的选票，大家是咧看讲，伊敢有法度赢过进前116万票，赢过4年前伊的家己。因为呢，这可能嘛影响侯友宜未来伫国民党内的地位，这拢是外界咧看新北市这场选战的焦点。会当看到票数，即马阁有新的，这是新北市侯友宜目前中选会票数已经摕到33848票，林佳龙摕到20396票，这是中选会的票数。接落来，咱即马甲镜头来去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竞选总部。林佳龙来看即马现场。已经布置好势啊，也毋过看起来人就无亲像头拄啊侯友宜的遐尔济。另外，伊嘛是伫咧室内甲头拄啊侯友宜伫室外无啥共款。林佳龙即届来选新北，也毋过其实进前大家拢嘛知影，伊较想要选的其实是台北市，也毋过台北市尾也是陈市长去选。尾啊呢，伊是因为总统蔡英文甲拜托，所以来选新北市。所以伫选举的过程中哦，有当时啊嘛因为这个议题互口舌，伊来挑战。即马民进党认为是上艰难的选区，嘛是代表民进党来对付上歹对付的对手，就是侯友宜。林佳龙其实有真侪行政经验，伊做过台中市长，伊嘛做过交通部长，伊有丰富的行政经验，而且呢，即摆伫新北市人口上侪所在选市长，即摆新北计共有超过300万张票，新北市哪里其实拢有执政过。顶一届甲侯友宜出来对决的是即马行政院的院长苏贞昌，苏贞昌是台北县老县长。顶一届出来对战侯友宜的时，伊是摕到87万票，占43%。所以即摆林佳龙敢有法度顾掉民进党伫新北市的基本盘，敢有法度摕比苏贞昌4当前还阁较侪票，这嘛是大家即摆关心的焦点。
来看，请问现场两个老师咧，曾老师甲咱分析看卖，即摆新北选战看起来其实按照民调应该是就是你知影民调应该就是即马看到侯友宜应该是无问题，是毋是较稳的？是因为为民调来看吼，强弱足明显的，吼，所以讲新北的选情嘛，无好差热啦吼，因为双方拢知影这恐惊双方拢知影上尾安怎啦吼，但是这抑个是伊的意义所在。首先啊，那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若赢到这选举赢得真水，未来伊2024年的总统选举，伊的门票就摕到啊。有人会讲，毋是落跑，但是这状况无共款。韩国瑜是第一任无做完就选啊，要选总统较贪心。但是侯友宜伊这任是第二任啊，未来无其他出路啊，伊也无头路啊。所以伊若是选得真好看，未来去选总统，一般来看一般的选民，尤其是新北市的选民，应该会使甲伊见谅啦吼。另外，就林佳龙来看，虽然主持人讲伊有真丰富的行政经验，但是无啥光彩啦，因为伊台中市长是惨败嘛，这是任的惨败予国民党候选人罗秀燕，啊伊交通部长因为火车事故的事件嘛灰头土脸的落台，但是伊即个来选吼，那选了袂讲伤歹看，因为顶一道苏贞昌输予侯友宜是29万票，但是即摆伊选了好看。比如讲，伊甲侯友宜的差距无超过29万票的话，咱使讲一句成语叫做虽败犹赢啦。安尼以后伊化败是化败就较大声，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出路，比如讲到行政院做行政院长，还是副院长，还是继续徛伫新北经营。但侯友宜去选总统时，伊出来叫选一摆新北市长。是安，郭老师，你感觉嘛是安尼看，认为讲。侯友宜真正去选总统，新北市民会当接受？我是同意这曾教授的迄款看法，啊，但是我补充3点。这一届吼，咱看到林佳龙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承担。为什么？因为咱拢知影侯友宜是这届国民党派出来上强的县市长内底，伊若是我都带动国民党的迄款气息，伊绝对唔若干那想要选总统尔。所以咱看来讲，这届。林佳龙伫即个选举内底上重要，就就是去牵制迄个侯友宜四界拍走，去四界去辅选。所以咱看来讲，包括吼，你看伊要去选总统这种讲法，伊嘛唔敢正面来回应。尤其即届大雨的时阵，迄个新北市造成足侪灾害，所以我感林佳龙承担了后，伊头一个作用当然是锁定侯友宜的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咱看到林佳龙出来了后，短短时间，当然主持人嘛是有看到，咱看到伊短短参与这个选举，新北市的选举内底，伊即几年就甲所有的迄款新北市的迄款议员全部甲整合起来。吼，咱看到一个整合的这个能力，这是一个候选人必须要有的。但上重要是讲，虽然咱看到讲侯友宜足强的。啊，足强的，咱安尼即场选举就袂赢嘛。但是咱看到林佳龙伊的团队嘛是足认真来提出伊足个政见，来拍一场会当有一个高品质的即种选举。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侯友宜后壁伊若是真正去即场的选举内底大赢了，要去选总统，我相信选民会有另外一种对伊的看法，是好是歹，我感觉还佫足歹讲。是。感谢两个老师的分析。即马咱继续来看外场，咱即马来看中台湾。其实逐摆选举拢有话讲决战中台湾，台中的即届选举人数超过200万人，227万。现任的市长罗秀燕其实甲侯友宜同款，拢有执政的优势。伫选前进前伫看嘛是，拢是感觉伊的赢面有较大。即马咱就来看罗秀燕的竞选总部，大家在看关心目前台中开票的状况，现场。民众已经渐渐拢活去啊！看到现场其实也是较真热闹。即马罗秀燕要对决罗秀燕，民进党是派出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大多数大家是拢同款，甲中部这场选战放伫哪力的对决。啊，那亲像头拄讲到的，罗秀燕甲侯友宜其实是即届选举国民党的家母，在带家仔囝拍选战，所以呢，选出来因家己开的票好啊歹，会影响因未来伫国民党会安怎有地位，也是安怎徛起。另外呢，罗秀燕家己是讲，伊妈妈市长照顾台中市民，所以伊要拼连任。
严格爱观察的是讲，其实就台中伫咧升格了后，变做直辖市以来，其实也无一个市长会当顺利连任的。亲像顶一届林佳龙，就是输予罗秀燕，啊，毋过伊才做一任尔，寻求连任失败。即摆呢，罗秀燕，大家伊是认为讲应该选举赢面有较大，也毋过伊敢有真正会赢？咱来看台中即摆的票数，伫中选会的票数。罗秀燕已经摕到42672票，啊那蔡其昌是摕到30677票，其实票数是也搁即马正差尾万外票，毋过票也搁在开，即马。台中空气污染的议题，伫即届嘛是选战的焦点，而且蔡其昌嘛是安尼拍，咱继续来看，即届伫台中另外一个选举候选人，这是民进党的蔡其昌竞选总部的现场，会当看到因的竞选总部现场的支持者，同款是看电视用无在关心台中即马选举选前开票的状况，看起来场面是无头拄啊罗秀的遐尔啊热。毋过票即马渐渐咧开，愈开愈多。民进党的蔡其昌，伊本身就是台中人，伊即马嘛是立法院的副议长，是当前林佳龙竞选连任输予罗秀燕。啊，那台中这个所在，其实民进党伫林佳龙的时嘛是执政过，所以这一届蔡其昌就发出讲要攻复台中，要赢转来公营，希望讲会当抢转来台中，互民进党执政。啊，那总统蔡英文嘛几若届去替蔡其昌徛台，嘛有向台中人话话，希望讲台中爱选出一个会当甲中央合作配合的市长，安尼才有法度，互台中有建设，带台中继续向前行。其实总统蔡英文的意思是，罗秀燕拢无得甲中央合作，行家己的路。认为民进党即马就拍这条，认为讲安尼对台中人来讲，毋是一个好代志。会当看到这是中部即摆的选情，咱即马继续要请两个老师来，甲咱分析看卖。即摆中部的选情其实是咪甲新北同款，其实执政优势。即个和南部嘛差不多，拢是执政优势较占赢。甲其他几都比起来，台中的选情是较冷啦吼，因为伊强甲足明显的啦吼。但是咱嘛对双方的候选人该致敬，因为不管是哪个还是那个，大家拢拼甲上尾一个时刻吼。但是这态势还是有差啦吼。咱为这开票来看，这差距慢慢扭开啊吼。那对现任的国民党候选人罗秀燕来讲呢，伊若是选得真好看，因为伊这嘛伊第二任嘛，未来无出路，入阁是唯一的出路啦吼。那未来可能伊是真好的行政院长的人选，还是内政部长吼。啊，另外一方面呢，蔡其昌若选了袂歹看，伊目前立法伊的这状况哈，嘛使维持，而且呢，嘛赢得呢台中市民的尊敬。咱希望上尾结果呢，双方拢会使满意。是，吴教授，你安怎看台中的选战？是。咱即届看到吼，伫台中内底，当然咱看到民进党嘛是足紧的推出人选蔡其昌，但是咱看来讲，咱妈妈市长吼，伊对规个政策的部分内底讲，伊是较稳，吼，所谓稳，因为伊是现任的，所以伊会当用足侪政策来这讲法。但是咱即一届咱看到讲，民进党的拍法就是伫讲，主要诉求内底就是讲，伫台中市其实会使搁较好。若是甲中央合作的这个部分来讲，会有更较好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其实选举一开始吼，除了地方这议题以外，地区中国因素嘛有。啥物意思？迄个时阵中国点名吼，台湾有一寡即款台独分子，伊点出来第二波内底，干那蔡其昌，伊是要选举的人。中国因素要影响这场选举，其实企图心是足明显的这部分。但是咱看咧，迄个时阵蔡其昌原本伊的民调较低，但是中国安尼一甲拍了，伊的民调随跳起来。是，有人讲讲，这中国认证过，就是爱台湾的。是，所以咱看来讲一跳起来了后，咱看到伊的规个团队当然嘛足紧就整合起来。但是咱知影吼，即个大台中地区内底，因为历经个迄款
迄款海线这补选了后，其实咱对规个台中的人设内底，其实有山线甲海线这个部分，啊要走完所有的迄款过程，咱知影蔡其忠伊原本就是立委，伊的选区内底较是偏这都市区，但是较迄款偏区的这个所在，伊若要去行的时阵，当然无现任市长遮尔有行政的优势。是安尼，亲像曾教授，你是安怎看讲？亲像头拄啊，吴教授这个分析。是因为民进党嘛是举规党之力来台中复选啦吼，蔡英文总统来过几啊摆啊，是啊嘛批评讲，这现任的罗秀燕市长是妈妈市长是该要上望迎来啊，送往迎来而已啊吼。那市政各项都无咧做，但是照目前开票来看，台中市民对蔡英文总统讲迄套可能无咧信到，因为伊用选票来反映出因对罗市长的支持。头拄啊，吴教授嘛讲，伊这个蔡其忠要向中共点名嘛吼，这是加分啦吼，因为媒体曝光迄个报纸新闻拢伫报，但是看选票嘛无增加啦吼，因为台中虽然讲顶下立委补选，民进党赢过一摆，但是这摆看恐惊国民党会来连本带利来套上来。是安尼，吴教授你是安怎看讲？其实台中哦，进前在选的时阵。拢是无法度要连任较学，啊那即摆看起来，罗秀燕应该有拍破即个魔咒上。是，咱看到即届吼，咱当然看到国民党当然伫提名的一开始的时阵，就一个非常伊个看的方向，就是要提名这女性的候选人。所以咱看到迄场大造势了后，甲所有的足侪议题全部拢甲整合起来。哦，所以咱看到罗秀燕等到比侯友宜会当伫全省世界拍照，啊，但是尤其伊的人格特质内底，咱伫台北市内底，咱嘛看到足侪候选人，嘛是带出甲妈妈市长伊的迄款合照即个部分。合照当然是一个肯定，尤其是伊过去内底，伊较无去甲亲像侯友宜遮尔济迄款，大家拢知影伊要创啥，但是对罗秀燕来讲，伊感觉伊会使伫后壁来甲大家斗相共，斗相共即个价值内底，就甲过去足侪国民党的人较无共款。所以咱看来讲，第一个伊的特质内底，伊是较袂去人输赢即种感觉。所以台中人咱嘛看到伊南北往来，即几档内底，当然过去中央有建设，立院有执政，南下嘛执政，即个部分内底讲，其实足咱去讲政策内底上有延续，上无延续。但是咱对台中人来讲，其实即1-2年来底，咱咧看到是讲，到底空气的污染有去摕出来讲无？有摕去讨论无？啊，到底咱看到2050年台湾要完全拢总无零碳排放的这个部分，到底要怎做会到？2025年的时阵，咱要做到飞核加航这个部分，到底要怎做会到？台中、新北这2个所在其实是拢徛足重要这个部分，所以中央甲地方要会当合作。我相信吼，这是未来2党，若是罗秀燕顺利当选了后，这是全台湾更较重要的一个议题。是，就感谢老师，咱先来看外场，来即摆来看嘉南。嘉南即届呢，嘉南市长是林佑昌做8年，严过即摆看起来选举，来看谢国良竞选总部，谢国良现场详细的讲话。所有乡亲长辈们。我想要告诉大家，我们这场选举终于获胜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市长，谢国良。国良在这一场选举中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面临了很多的困难。我最谢谢的就是在座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我们基隆所有的支持者。因为有你们的相挺，因为有你做我们的后盾，所以我们虽然经历过非常严苛的考验，虽然经历过非常激烈的打压，可是我们还是赢得了我们的胜利。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也很谢谢小爱的妈妈，这是我结婚以后我们的第1场选举。他在这个过程中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他没有看过台湾选举的这种很严苛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很谢谢他作为我的后盾，把小爱顾好，让我能够安心面对这一场选举。
现在这一场选举胜利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会用最诚恳、最努力的态度来做市民朋友的仆人。我也要基于我的信仰来做基隆市的仆人。我要用最诚恳、最努力的心来为大家做好我们的市政。关怀好最多需要的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好！基隆市长谢国良。这是即马选举现场上新的画面，就是基隆市社局长已经宣布家己当选基隆市长。那其实即届林佑昌做8年伫基隆嘛，得到真侪支持。伊本来是想讲要交予蔡适应，蔡适应嘛话讲，若是肯定林佑昌票都爱投蔡适应，也毋过看起来敢若毋是即个办势。即马要请吴老师来分析看，这基隆你是感觉讲资本就是会变盘，还是讲？这甲林佑昌事情是无关系两项代志。我感觉吼，第一个部分咱看到是讲，这几年来的基隆的迄款基隆人的迄种公营，其实咱感觉有足显著的提升。但是咱这几年来底，咱看基隆人上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交通的这个问题。来台北足塌的。这足塌的这个部分，一直无法度解决。但是咱看到这2档内底，咱看林佑昌甲中央合作了，嘛是有甲这个。改善的这个部分嘛提出来，希望政策会当延续落去。但是咱看是讲，即届内底，敢若咱无法度甲一规个迄款政见交互一规个蔡适应这个部分。其实我感觉有一个足重要的因素，因为咱个蔡适应是一个立委，尤其伊的立委伫长期是伫立法院内底是伫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甲地方内底，看着讲有做啥物？较无度甲地方内底有一个直接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来讲，其实咱看即届有足侪其实来出来选市长的这个立委，其实因伫地方顶头，因若是要选，其实因应该是在伫经济啊，这委员会可能较悬的，会当有较侪迄款讲，国防委员会拢是较迄款软化。外交会有较侪关系，所以咱看到讲头一个这个部分，议题这个部分。第二个，咱看到是讲伫地方顶头，咱看到对地方来讲，到底是啥物是上重要？改善经济还是改善啥物？咱看社局人过去因兜是伫基隆3代即款经营，咱袂使讲伊拢完全无基础。尤其即间伊的选举内底，伊的人设吼，包装了非常的好，咱嘛希望小爱爸爸小爱爸爸这个形象其实有拍动人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虽然伊有提出一寡我感觉足轰动的一款政策，但是咱看到是讲伊的形象，甲伊的迄款行大内底，咱嘛是看到有打动着迄个基隆人的一款心态。是安那曾教授，你是安怎看基隆这场？其实社局量其实嘛是进前基隆的立委，而且社家伫基隆其实有经济实力，嘛有政治实力。即摆伊会当选调拍破，本来民进党认为讲基隆林佑昌做8年，佮做到遮尔好，满意度遮尔悬，为虾米无法度继续执政？咱恭喜谢市长啦，吼，伊是咱全台湾第一个宣布当选的，吼，咱甲伊恭喜伊。确实啦，像主持人甲吴老师拄仔讲的。这个谢国良毋是菜鸟啦，吼，伊政坛的老将啊，哈。之前我们做过立委，因社家伫咱基隆嘛是真有势力，吼，比如讲信用合作社，吼，个学校，吼，拢因兜的。但是一方面来讲呢，我嘛同意拄仔吴老师讲的，我基隆嘛几啊摆啊，确实这8年来有改变啊。对啊。为规个外观来看，也是伊市政经营，甲几个月前佫有一个。电视博览会嘛，吼，我嘛去参加过，感觉真满意啊，真新鲜。但是像啊，这蔡适应的选书咧，其实咱有一种因素袂使忽略啦，吼，就是即摆一个讨厌民进党的气氛啦，吼，伊必须啊改过承受，也就是讲，咱对民进党政府的迄口气出伫蔡适应身躯头顶。比如讲，咱两岸政策还是防疫的表现，虽然讲咱的政府功能做啊袂歹，但这是大来选啦吼，到底有好也无好，民众心内上清楚。有可能把这讨厌民进党的这口气出伫这个蔡适应的身躯顶，所以讲，咱看林佑昌经营袂歹，伊嘛真努力要竞选，到尾也是拜登啦。是安那吴教授，你是安怎看基隆
是不是？我补充一下吼，其实咱看到过去的家人实在足可怜，为什么？拢逐工拢爱来台北上班，然后下班了才搁转去家人。家人感觉是一个在困的所在尔，休息的所在。但是咱看林佑昌这几年内底，伊足辛苦在想要做一件代志，就是希望家人会当伫咧家人在地就业，尽量唔好来台北。来做这款上班的部分，所以咱看这几年来，家人除了咱看到讲外形外观变了较水以外，其实咱这几年来咱国家内底上重要政策就是国建国造，家人高雄拢是一个上重要的所在，所以免啊，弄工脆，免啊，刷做利用了更较好。但是这唔是讲一工两工就当做会好的一个部分，啊未来当然家人要转型，唔管是伊要做一个油冷的迄款会当停泊的港口，还是讲变观光，还是军港的这游览船、观光船来靠岸，来遮消费，安尼会当带动家人有一寡工作机会，就会当唔免来台北食头咯安尼。那所以咱看到讲，希望当然谢市长能够延续这个部分，我是相信对家人来讲是一个更较好的部分，因为咱唔好讲，干那要去家人庙口，干那要去食夜市啊尔。当然，咱看到讲家人有法度在地就业，这对家人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议题。虽然是咱恭喜谢市长，就是卖给提醒啦吼，因为拍天下甲治天下是两回事啦吼。你拍落天下，但是挑战才开始，但是有法度治天下，无一定。这蜜月期真短啦吼，恐惊刚几礼拜尔。前一手林佑昌市长做得袂歹哈，伊这谢国良这个新市长会使甲伊政策延续落来，伊的规个市政的管理，有法度共款做啊共款好无？这是咱值得观察的重点。是，其实拜时的时，总统蔡英文佫专工去家人去，因为家人塔你要完工啊，伫咧家人塔顶头，会当看到家人的山、家人的海、家人的水，所以呢是用其实。中央嘛是有投入真侪资源伫家人，因为家人互民进党执政了后，其实家人亲像头仔两个老师讲的，家人的感受是真明显的，家人有在改变。也毋过呢，即届谢国良也是选赢，蔡适应即马是选输。也毋过吴老师吴教授，你感觉讲这敢会影响林佑昌的后一步？我必须安讲吼，即届选举内底吼，因为林佑昌伊是已经卸任的一款市长，所以伫即届辅选的过程当中，伊嘛是伫中央辅选团内底全台湾4个这辅选的一个角色。当然，伊上主要伊要恢复伊的家人市，即届家人市选了无好，当然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重大的打击。但是为虾米所在？跋倒为什么所在徛起来？这两个我相信，一个是立委，一个是市长，因两个过去的经验内底，若法度互规个，包括咱大台北的规个整合的这个部分，其实即个议题内底，嘛有讲到，咱家人台北、新北，其实是一个生活圈。这部分到底有法度提出一个更较好的政策，互提供互2024年的总统要选举的时候，作为一个政策的迄种意识。我感觉林佑昌袂因为即届打击而完全退出政坛。是，咱继续赶紧来看外场，咱即马先来看台北市国民党的蒋万安竞选总部的现场的情形。蒋万安竞选总部即马气氛是真热，会当看到即马。中选会开出来的票，蒋万安是摕到41313票。蒋万安开票甲单拢一直是排第一的。蒋万安的竞选总部支持者嘛是愈来愈多，而且大家即马嘛拢真激动，会当看到伊嘛是感觉即马看起来赢面有较大，所以会当看到即届伫北台湾北。湘北、家人、桃园、北基桃，即届国民党4个候选人联合造势，应该是有发挥效果。咱来看蒋万安竞选总部现场的情形，其实人是愈来愈多，而且大家真热情咧，会国旗甲会支持的旗啊。这是。即马咱先来看台北市蒋万安已经中选会的票，入来是41313票，陈时中是摕到33780票，黄珊珊是摕到25281票。即马这资本台北
台北市大家想讲是三卡都的办事，也毋过即马看起来主办案对开票开始拢一直拢是伫排头前的。继续来看即马伫咧国民党即马伫咧800几头选举，应该是即届选了袂歹。接落来，咱来看另外一个现场，咱继续来看陈时中的竞选总部，会当看到其实伫现场支持者嘛真侪，也毋过就无亲像头拄啊主办案的支持者遐尔啊热啦。大家是专心咧看开票。台北市即马中选会有即摆上新的票数，主办案是50556票，陈时中40691票，黄珊珊摕到30680票。中选会的票陆陆续续已经入来啊，会当看到三卡都现场的总部支持者拢愈来愈侪，这是陈时中竞选总部。接落来，咱来看黄珊珊的竞选总部。黄珊珊竞选总部现场其实人嘛袂少，支持者同款拢是咧会机啊，大家关心开票上新的情形。即马台北市主办案中选会的票50556票，陈时中40691票，黄珊珊嘛有摕到30680票。这是黄珊珊竞选总部会当看到，其实黄珊珊的支持者少年人是不止啊侪，伫现场人嘛袂少，而且大家即马票还袂开出结果，拢无放弃，会继续伫咧现场等待上新开票的结果。再来，咱来关心即届，亲像头拄仔看到的，即摆800几头就是双北家人甲桃园因。不管是国民党啦，还是民进党，拢是4个候选人咧合作社。亲像民进党这边，佫有咧宣传交通票12块，吼，互你坐甲饱即款的。老师是安怎来看即届800几头候选人合作会，到底对选举是有加分，还是无路用的？是，我看即届迄款选举内底吼，其实国民党甲民进党内底因有一个策略，尤其是迄款伫民调部分的部分。伫封盘进前，咱看到所有的民调拢是国民党有较赢面的即个所在，所以国民党伊的诉求就是讲一定会赢，所以选民一定爱出来投票，只有投票较一定会赢。所以咱看到讲伫国民党内底是安尼做诉求，但是民进党伊是颠倒过来，伊是感觉讲敢若较危险，小可差一撮，拜托咱的支持者会当徛出来。所以咱看到讲伫国民党伊的做势场合内底，就是讲希望会当搁较。整合大家做伙的这个部分是，咱即马感谢老师的分析，小等来继续来听。咱即马先来看基隆市蔡适应已经上台讲话。一个加油好不好？蔡适应，加油！基隆，加油！蔡适应，加油！基隆，加油！蔡适应，加油！基隆，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那最后，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林右昌理事长。过去8年为基隆的努力跟认真，那我还是要说，我没有办法能够接棒他，延续基隆的光荣执政，真的不好意思，也辜负大家的期待。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基隆的市民，所有支持适应的朋友，谢谢所有关心我们台湾民主、关心基隆建设未来的好朋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是咱收到上新的情形，家人的选举即马结果已经出来呀。谢国良是家己宣布伊当选，蔡适应嘛出来感谢乡亲的支持，嘛讲无法度延续林右昌执政。即马咱来继续关心头拄老师讲的，即马要请曾教授来看双北家人桃园同齐拍选战，这个策略对国民党来讲，即摆是毋是有效的？我首先爱补充，拄啊吴老师讲一点啦吼，伊讲伊看的民调全部拢是蒋万安领先嘛吼，我小补充一下，应该是10个民调有8个蒋万安领先啦。其实对执政党较优先的媒体，比如讲咱友来3立，还是自由时报，啊，另外是一寡甲伊的政治立场甲民进党较接近的学会，伊做民调，依然是陈时中啦吼。
但是即马出来拢甲伊打脸啊，扇脆皮啊吼，即歹讲啊啦吼。那表示讲民调要有准啦，但是一点按另外一点，大家咱思考就是有到底有气保效应无？恐怕是有，因为就咱拄我看的民调来看吼，虽然蒋万安是领先的，但是黄珊珊无遐歹看，但是即马开票出来，我看别台啊，这个蒋万安啊应该领先，但是用10万票咯，那个差者恐怕有确实有气保效应存在吼。啊，原本要投黄珊珊的票留去互迄个蒋万安。第三点拄我主持人讲的。这北基桃这四管区四个所在的迄个白社会吼，甲苦社会的策略到底对毋对？其实这是对的啦，但是有一点要思考。头拄我吴老师讲的，这1200块的这月票，政策吼，高中票，这是国民党候选人嘛是有提出啦，但是交通部第一时间是反对，因为无钱啊。是。到尾啊，民进党候选人提出了后，交通部的提出配套的方案，改总钱总预算吼，所以讲一般的选民看在心内，可能会反映伫个投票头顶，因为这明显看起来是有这因人设事嘛吼，感觉是无啥公平吼。是，就是想讲这是民生议题，应该是无论倒一党在执政，应该拢爱是人民优先。所以，若是讲我讲的你就无要听，啊，伊讲的啊，你就是安尼去替伊总钱，可能民众心内就会感觉气貌子较无好。啊，那吴教授你是安怎看讲？即届伫咧北基桃国民党甲民进党即马选举看起来的办势是会代表民进党对民进党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我相信啊，若是讲即一届选举内底，民进党拍了无好看，这民进党一定会是爱检讨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讲，即届咱看到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其实因拍策略就拢足简单，就是头一个就是讨厌民进党，另外一个是落架民进党。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变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咱下个曾教授嘛讲到讲，台北市敢若有出现迄款气保的效应。是。所以咱看到讲，选民可能会看，啥物人可能会较赢。赢面较大，我讨厌伊，我就投互伊的对手安尼。我投互一个较无遐讨厌，我嘛是安尼来投法。但是咱即摆看到讲，对于台湾的民主来讲，其实咱已经行遮尔久长的时间。自从戒严了后，咱安尼一直民主的下落去，不管政党安怎轮替，地方安怎轮替，其实咱台湾足平稳的安尼行过去。但是，这个平稳的这个过程内底，这毋是天公落来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咱看到讲，其实咱过去内底迄款疫苗的议题啦，还是疫情的议题，一直拢伫即届选举内底继续安尼看。那我感觉较奇怪是讲。国际对咱台湾足侪肯定，但是咱国内对咱的即摆一款政府有足侪批评，有足侪批评。啥批评呢？因为咱较华人的社会内底，咱拢一定要追求满分。满分的部分内底讲，你若是有小可失较差的部分，就是去用检讨即个情形。咱比如讲台积电就好，伊有做足好的迄款晶片的即个部分，伊嘛是无好的所在，但是伊就是比人较好，大家就是买伊的产品。所以咱看到讲，即届当然国民党的策略内底上重要，伊就是集中来做来做竞选的这个部分。为什么？这有两个效果吼。头一个，卖互比如讲侯友宜的伊个效应去外散去，因为即一届内底毋是侯友宜尔，台北市蒋万安伊嘛当凝固哪赢的即款民众的这个部分，尤其是我听到即个部分，哪样内底嘛是有人咧讲啊。其实即摆国民党内底，若是要找一个强主来讲，无一定是侯友宜啊，嘛有可能是罗秀燕啊，嘛有可能是蒋万安啊。较少年辈拢出头啊。结果上高端就是朱立伦啊，伊感觉讲即个提名是我来做提名。而且动作是做甲拢敢若无人一个。啊，尤其是你看即个选举内底，包括韩国瑜嘛有出来辅选啊，你若新竹这部分，伊去辅选林经仁这部分。啊，咱看到伊嘛有去甲迄个蒋万安来做一个推荐啊。那所以咱看到讲上赢到尾啊会分的时阵，会有足侪即款讨论。但是即款集体的迄款竞选的策略，到底是安怎？咱选后一个咱更较侪迄款分析。我先补充啦吼，因为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可能有一点是会检讨的，因为有一寡民进党策略吼，主打讲这。蒋万安伊是独裁者的
蒋孙，后代，伊讲因的阿祖蒋介就是豺狼魔王，吼是独裁者，所以讲唔通互独裁者后代来做台北市长。但是咱为开票来看，一般的台北市民对于这套讲法，恐怕是无咧接受。是，所以咱中央的促转会无票啊，用安尼来抹黑讲对手，还是讲因为咱伫民主时代，伊的血统甲伊的出身，应该毋是咱观察重点，是伊的能力甲伊的理念。那你若是用伊的迄个血统甲伊的出身来检讨蒋万安，一般台北市民无接受。但是民进党是我切的朋友，愈讲愈欢喜，逐工伫咧讲啊，这袂使到这独裁者后代，咱就到蒋万安就是咱支持独裁者，这套讲法表示台北市民无接受。也毋过蒋万安家己其实嘛爱面对这个转型正义的问题。当然，系。这个问题其实对蒋万安来讲，伊嘛是爱表态，而且毋那是亲像讲国民党伫咧中华爱打好立场。蒋万安面对转型正义，这嘛是伊未来挑战。因为伊捌讲过，蒋家的人有啥物责任嘛，是爱出来处理，所以讲一寡亲人的对伊无讲真谅解，吼，认为讲伊无资格，无配做蒋家后代。基本上伊处理了是袂歹吧，所以讲为这开票来看，表示一般选民接受伊的出身啦。是，安尼吴教授，你是安怎看？其实蒋万安准讲即届伊选调，未来伊伫台北市，若是真正执政，嘛是有一寡挑战。你安怎看伊未来要安怎？亲像头拄曾教授讲的咧，要赢就一工啦，啊嘛要做爱做4年咧。我相信吼，刷来伊爱有面对两个问题啊。头一个就是对台北市的这政策来讲，到底伊要延续，还是伊要创新伊的这部分？因为郭文德已经做8档啊，伊好的部分伊要延续无？伊无好的所在要安怎去甲变换改变？啊，第二个部分咱看到，其实中央纪念堂一直伫咧台北市内底，所以这个议题不管是对蒋万安来讲，到底这个民主纪念堂到底要安怎用，要安怎转型？其实伊是上有资格来甲这个议题，原本对于不利的所在，有法度转型变成对于有利的这个部分。真正去面对。真正去面对。咱讲这个部分内底，因为咱知影未来2党内底上重要，可能中国的因素对台湾足重要。因为总统大选啊。包括大家会去甲问啊，你个双城论坛到底要继续办落去无？啊，对中国若是要求你做一寡承诺，你有法度继续去讲法无？其实咱看到讲，其实蒋万安排着足侪人的期待，但是伊若是要搁进一步的时阵，我相信即摆拄选完了，就开始会有足侪人去讨论，为什么？因为要防止侯友宜，即摆虽然新北市还未开出来，这是国民党来加来输，伊啊，大家会咧，这想讲想要来做王做主带头安尼。对，所以咱看来讲，蒋万安内底，伊到底伊会去想无？因为咱看过去2018年的时候。迄个韩国瑜伊嘛讲伊无想啊，但是外口大家安尼在教的时阵，教的时阵，伊到底会讲放下台北市民的承诺啊？而且咱看到讲，啊，若是放下台北承诺，咱对台湾来讲，对台湾的政党政治来讲，这其实是一个足无好的现象。是，这敢是好代志，曾老师你。是为韩国瑜的经历来看，伊用电甲金死死，我想蒋万安应该唔敢啦吼。嘿呐，国民党应该敢有遐讲。而且伊。未来阁有上少这4年通做，无像侯友宜也是卢秀燕已经第2季嘛，无头路啊嘿，所以讲应该是袂讲讲我来生活看我啦吼。啊，但是伊无伊的行政团队这是个问题，因为台北市的选民是上刁的啊，上高批评的。啊，伊目前伊是立委出身的，伊无伊的行政团队，这点伊上济若是顺利当选，上济欢喜一点就好，明仔载就要开始思考这市政要安延续啊。是安那会当，另外就是吴老师、吴教授，咱来看讲，伫即届北基桃哦，亲像伫咧选举桃园即马敢会影响郑文灿？郑文灿即摆亲像林友昌共款，就是副选，大家嘛是认为讲，伊做了是袂歹，民进党执政有影有做代志，啊，为虾米在选的时阵就是会变盘？我较同意我曾教授嘛是安尼讲啊，即届选举的时候有一个氛围，啥物氛围，就是讨厌民进党，所以要检验政见的时候，人就甲伊讲啊，这较早这是历史共业，啊，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咱咧看的时候讲啊，咱看疫情的这个部分，原本是
民进党内底会当较骄傲讲出来这款政见，但是这届选举内底。国民党的迄款，拢一直咧讲迄个疫苗甲疫情这个部分，所以嘛无都去继续去讲。所以咱看，不管政见发表会顶头嘛是拢继续在讲咧。啊，但是咱嘛知影，伊个郑文灿伊是国门守护第一线，桃园伊个中正机场这是头一线。所以咱看来讲，啊，桃园要起飞，包括航空城要继续来继续落去。其实咱看到，不管是迄款张善政。也是郑文灿，因到底要安怎继续去甲这政策延续落去？其实我感觉即届较可惜的，就是讲因两个在讲的时阵，并无互外口的人感觉讲因两个有去款聚焦的迄款讨论，所以我感觉这是较可惜的这部分。啊，但是对着郑文灿来讲，伊是一个足灵活的迄款话题，什么意思？伫民进党内底，伊算中生代，所以大家毋免去甲烦恼伊有啥物后一个位置。啊，尤其是咱看到讲，即届若是讲桃园我都守落去，对郑文灿来讲，伊的政治生涯来讲，绝对是一个加分的这部分。啊，但是若是讲这一届桃园若是选了无好看，会影响郑文灿的个政治生涯，我是感觉无啥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内底嘛是有一寡派系，即款平衡的这个所在。到底迄个民进党到底要安怎检讨这场选举？要安怎去看未来款2024，要安怎合作？这部分我相信民进党内底选完了开始的时阵。我一点补充，老师吼，伊主要讨论到迄个咱政府的防疫甲疫苗的问题嘛吼。其实咱对高端这个疫苗的问题，为去年热天就有啊啦，到即摆用1张半咯。但是你大家发现无，政府就大概第二度开始的时阵无啥物改善，一直拖到即摆这2个月才正专力来咧改善。啊，现在咱要用高端，啊伊是有合格，啊伊到底是偌济钱买的，啊伊的合约现在要封存30年，因为这是选举的失策。因为你若是第一时间无讲清楚、讲明白，选民心内自然就质疑。啊，这拖年外，你用质疑年外，你用1、2礼拜要说明，自然是无效的。是。就是讲一开始互质疑的时阵，你爱来面对。爱防患未然。是啊，就是讲，那就是你感觉讲是民进党伫咧伤过大意，亲像认为伫咧国民党一直咧拍防疫、拍预防针、拍高端，两个老师拢感觉即届选举真正是有效果的上。加减是有啦，因为民进党刚刚讲可惜讲，我这防疫的成绩袂歹，但是成绩袂歹，你看甲西洋比，甲新加坡比，咱是输啦，啊，甲其他的国家比，咱是赢。啊，唔通袂记哩哦。虽然咱表现整体来讲袂歹，但是有一个彭博新闻社 Bloomberg 有一个全世界排行榜，咱伫27个经济体排尾2个，第56名，赢 Russia 俄罗斯尔。所以讲到底是做好还是做歹，爱看你为哪一个角度来看。为有个角度来看，咱是防疫做得袂歹，但是有个角度来看，无安怎一般尔啦。所以就是讲，若是好爱互人讲你好，才是真正好。家己讲好，人就甲你拍折。家己唔通。吴老师，你敢会安尼感觉？我当然无安尼感觉。为什么？因为咱看了咱对方迄个中国到即摆，到底即摆要放开，还是要安怎？其实这是一个足标准的这部分。啊，咱台湾人有一个较好些的这部分，什么意思？就讲咱对咱家己吼，拢较要求较严格，啊对外人吼，就较松。啊，但是咱看到一开始疫情拄开始的时阵，若是无一个甲动落来的时阵，啊，这疫情若入来，其实台湾的迄款死伤这个部分到底是变做安怎？大家无法度想，迄款想象。对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即款疫苗的这个部分，还是疫情的这个部分。我感觉选后吼，还佫会当差足久的。但是我感觉台湾要向前看的时阵，咱全世界已经开始恢复正常。咱即摆咱嘛看到，咱台湾社会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经济嘛开始恢复。咱看到不管台积电也好，咱看股市嘛来买台湾台积电，咱看到足侪议题，台湾会当佫较好。啊，所以若是要用事情行的时阵，台湾要更较团结来对付中国对台湾的入侵，这个部分，这是我感觉伫即届选举到后壁的时阵，嘛佫足侪中国因素，啊，未赴叫来讨论的时阵，就已经选举已经结束啊。所以咱看来讲，其实这场影响这场选举内底，不管是天气的因素，也是迄款讨厌民进党这个因素，也是讲中国的因素，其实咱看来讲，选后了后会有更较侪讨论。是有影。我佫补充一下吼，除了咱拄仔吴老师讲的迄个
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吼，搁一点会使讨论是猪队友啦、猪队友，两边拢有这种人，但是明显看的民进党较侪，比如讲周玉蔻，吼，伊定定伫媒体发言。啊！这发言敢有法度甲民众看起来定9万安邮票。对，啊，伊个公职资格，啊，另外主席哈，另外咱的卫福部长许水源，嘿，伊日前的发言，敢若是暗示讲核公选有啥物状况对无？啊，伊这整体的表现呢，大家在思考是甲民进党高分来扣分，啊，一定是扣分的嘛，啊，而且等于这人愈讲愈欢喜哈，嘛无啥物检讨的现象，啊，另外一个。网络顶的名人网红啊，四菜鸟，因的表现，这是到底是甲民众加分来扣分，这才是来思考啊。是啊，吴老师，你嘛安尼感觉，其实是外口的外围的这人讲话去影响到大家对民进党的支持，敢是反映伫选票顶头。我是感觉讲，即届选举内底吼，上界可惜的是讲公民权的即款投票。一直无去互讨论到，一直拢足侪是即款负面的即款选举。但是曾教授其实嘛有讲着，哪力内底拢有迄款伫反帮忙的即种人。啊，尤其是咱看来讲，即届选举内底吼，到底啥物议题是上重要？对一个战场是上重要。因这操盘手到后壁的时候，规个拢火去，啥火去？因为民众关心的议题，袂赴即外围的即个人在放即个话的即个部分，啊，但是咱看来讲，要啊集中来讨论，吼，咱看来讲，你讲迄款新竹内底体育场安怎，啊，伊就讲你的操守安怎，啊，两个各际拢家己讲家己要想要听的即个话，我都有一个平行的迄款平台，大家温暖，大家好啊去讨论，我是感觉这是足可惜的所在。其实吴老师讲的这我真同感啦吼。咱台北市有候选人，佫有一个，除了陈时中、黄珊珊甲迄个周万安之外，有一个大咖，正大的大咖叫做苏焕智，做过台南县长，风评袂歹，伊讲正经，有无讲什么意识形态的物件？问题是得票足少的，所以讲这是咱台湾民主的悲哀啊！讲正经，到尾无票。无，我感觉民主爱深化吼，迄款除了选民，啊，搁较注意台湾的即款政治以外吼，其实咱看即款媒体识读的即个部分，我相信这嘛是曾教授的。就是讲，选民家己嘛爱知影讲，嘿，其实嘛是讲，我即场选战，我是咧看闹热，也是讲我真正会当选出来一个后摆会使替人民做代志的人，因为就亲像老师讲的，即届的选举较罕的咧听到讲，因的政见是啥？啥物议题，因为有啥物款看法，就亲像周万安，若是讲，要解决交通问题，尾也是互爱笑讲，啊你坐公车，搁爱搁嘿深蹲，对，啊就是讲，就失去迄个要讨论交通的即个焦点，就是这就是选民大家咧，敢若亲像咧看闹热安尼，其实这是对咱台湾民主毋是一件好代志。那亲像家人即摆执政，其实家人伫咧林佑昌做8年。大家就是想讲，其实家人的改变嘛，拢有看到。毋过，你会感觉讲，即届伫家人的选举，其实嘛是两个人互相咧告来告去，变做一个司法大战。会感觉讲，其实老师安怎看家人即届的选举，两个候选人到底是有针对啥物议题，讲出啥物款因的想法，还是讲无，就是知影两个人互相咧相骂，互相咧甲对方告安尼？曾老师，你安怎看？其实国民党家人本来就有一定的势力啦，吼，伊是8年前才失去这市长，甲要阁失去立委的席位啦，吼。啊，国民党伫家人嘛深耕几十档啊，吼。但是如果咱讲的，即马有一个讨厌民进党的气氛嘛，吼。以前咱就有老话讲，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即马变做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有这种气氛出现，向来算拢无好啦，吼。所以就像一个海洋甲伊拍落来，你。看人家用的人嘛，就会拍倒去。啊，你就算我你食人家兵用，嘛是请这个海燕甲你请开吼。所以讲，咱一方面咱恭喜这个谢市长，但是感觉蔡世阳甲林佑昌其实做得袂歹，啊蔡世阳政见嘛是袂歹，所以讲希望伊唔通失志，因为佫有后一步会使行。而且嘛少年，要来甲观众朋友讲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台东县的饶庆玲伫头拄仔已经家己宣布伊选调。即马咱先来看即马的票数，来看新北这边中选会即摆的票数，侯友宜是摕到31万6048票，啊那桃园即马也是
张善政暂时领先，有摕到71847票。台中罗秀燕已经摕到27万票，270690票。若蔡其昌是摕到178,910票，这是台中的部分。来看台南6都的南部，黄伟哲是摕到212569票，谢龙介185013票。来看后一个，这是高雄市，高雄市的陈其迈摕到371247票，关子温是摕到250707票。所以咱来看下边的，这是毋是6都的县市的选票，基隆市谢国良14233票，若蔡适应是10921票。宜兰的林祖苗嘛是排头前有执政的优势，伊摕到中选会即马200票是14084票。江聪燕代表民进党来挑战的即马是11597票。所以来看新竹县，新竹县的杨文科伊嘛有执政的优势，伊即马是现任的新竹县长，有4426票。周江杰1697票，因为新竹一般来看也是国民党的票是较侪。新竹市大家即届关心的焦点，高虹安在开票的时，就一直是保持稳稳啊领先伫头前。高虹安即马中选会200票有11935票，沈惠虹是有9597票。来看苗栗，苗栗的选举其实即届郑东引是脱党参选的。一般大家嘛咧考虑，在想讲即个所在敢会有弃保的效应。看起来郑东引即马有摕到较侪票，伊有即马做议长的优势，伊摕到10329票。若第二是施定真，民进党即摆伫苗栗是想讲国民党分裂，是有人嘛认为讲这是民进党上瓦进苗栗县长的一届。施定真即马保持第二，摕到中选会200票有8082票。彰化县来看，王惠美伊即马是现任的县长，伊摕到39511票。黄秀芳是代表民进党来参选的，即马是摕到27884票。所以咱来看南投即届是2个女将。国民党的柯淑华摕到19467票，蔡培慧是摕到15580票。中选会即马200票数，咱来看婚林张丽仙嘛是女将，伊是伫咧国民党即摆有执政优势。同款稳摕到婚林，即摆摕到已经33417票。刘建国即马代表民进党来挑战张丽仙，伊摕到25906票，这是中选会的票数。来看嘉义县呢，即马县长洪忠良29838票，同款是有执政的优势，所以国民党派出来王玉敏摕到17256票。若嘉义市是会延到12月份才会选。屏东，咱来看屏东。周春美、潘明安看起来是顺利交予周春美。周春美伫摆咧开票的时，拢是排头前，有摕到25636票。若国民党的苏清泉23470票。花莲的徐正伟，中选会即摆的票，徐正伟是11254票。也毋过上新的消息是，徐正伟伫头拄仔已经家己宣布，伊选调即届的花莲县长。所以即摆民进党的古拉斯，即个所在其实是对民进党来讲，东部自本就真恶战。古拉斯即摆中选会即摆200票有摕到5661票。所以咱来看台东的赵庆玲头拄仔嘛已经宣布。家己当选啊！赵庆玲嘛有执政的优势，中选会即马200票，赵庆玲有6710票，若刘兆和3915票。来看平湖外岛的部分，陈光福4482票，赖宏伟是4225票，这是中选会的票数。来看金门的陈福海6855票，若杨正武是5983票。连江县的李文涵
州议员目前票数中选会票数是也未入来的。继续来关心，即马要请两个教授，咱来看讲，即届的选举选甲打执政的优势，真正是有法度，互即届的选举变做是一个优势加分。甲以前的选举，有当时是想讲，迄个我若是执政连任，有可能执政连任，啊，毋过亲像林佳龙就互淹倒、互刮倒，啊，即摆看起来所有的县市大部分执政的优势是毋是拢有发挥出来？所谓的执政优势，你是讲中央啊、地方的？啊，地方的部分。地方是有啦，中央的话是扣分啦，吼，就是变包袱啊，吼。那其实咱拄仔看的各县市的情形，开票情形，其实甲民调选前封关民调无差偌济啦，吼。基本上还是按照民调来走，除非是迄个对执政党特别友善的媒体的民调，还是执政党政治立场相近的协会的民调，基本上拢照民调来行。但是有几点咱会使思考啦，吼。民进党对国民党候选人的攻击，拢基本上拢成立。比如讲，伊讲宜兰的林祖苗是有贪污强起诉，骹手无啥清气。问题是，现在宜兰乡亲搁来选票投伊，是毋是代表讲宜兰乡亲其实是目睭是有光的？因为代表着民进党提名搁较后搁较烂嘛。吼，民进党的候选人叫江聪渊嘛，吼。江聪渊吼，伊林祖苗是用起诉，是贪污起诉，但是还未三审定验嘛，还是无罪退定。而且伊伫咧选举的时阵，伊嘛一直讲这是政治对杀，用司法来影响这场选战。对，但是伊的对手江姓的候选人，伊捌食沙丘啊，就要沙丘用判刑过，一个是用起诉还未定验，一个是用判刑过，啊，到底选民要选哪一个？所以讲，国民党的候选人确实缺点嘛真侪。但是民进党的候选人恐惊愈有问题，因为选民目睭是清楚的。啊，蔡英文总统恐惊爱负上大责任。伊目前伫官邸内底应该真稀微，因为这提名拢是决定的啊。比如讲我的故乡中华吼，啊，我户口伫遐啦吼。原本阮的民进党的前的馆长为民国已经准备真久啊，吼。但是呢，蔡英文总统较介意迄个黄秀峰立委，硬是互伊插队来选。所以讲，这为馆长、为前馆长心内恐惊无啥爽快。啊，台北市你嘛知嘛，林佳龙准备上少嘛有1张啊半张无。嘛一直表态。对，伊无欠伊，伊直接表态讲伊是上适合候选人，但是上摆去派去选新北。面对安尼结果，我想蔡英文总统是首先要用检讨的，因为提名拢是决定的。是。即马嘛有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苗栗的郑东引头拄仔已经家己宣布伊选调啊。咱即马会当继续请老师来分析苗栗即摆的选举。苗栗一般拢是看做拿赢的铁票仓啦。啊，那苗栗这一届，因为郑东引其实伊是脱党参选的。吴老师，你是安怎看讲？谢福宏一直讲伊才是正拿军，也毋过正拿军伫苗栗摕无票，你安怎看？苗栗的这个办势，过去吼，咱看到讲苗栗敢若是一个苗栗国的这款感觉。是。但是这一届咱看到讲，民进党感觉这届国民党分裂，感觉有一个足好的这个机会。啊，尤其是这届咱感觉脱党参选的叫蒋东引，伊是甲民众党有一个眉来暗去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地方政治的这个实力，其实伫过去国民党在提名的时候，因着足讨厌作为地方政治这个部分，尤其这种家族啊政治，这地方顶头较无好这个部分。其实咱看到讲中央这个部分已经政党轮替过几6届，但是咱看到这届苗栗这个部分，其实是民进党足有机会克倒来。但是咱看到目前开票到即摆结果内底，蒋东引也阁是阁领先的，是而且已经头拄仔家己宣布伊选调啊。对啊，这当然是最后的结果。但是咱看到讲，像咱苗栗这个所在，一直拢无法度有外部迄款空降的人入来，一直拢是因家己的这个部分。除了迄款人口因素以外，伊到底伊是要较我台中，还是要我较我新竹？到底伊的发展的迄款未来规划环境，其实拢一直无法度看到。啊，变做是讲地方顶头，咱这款人才这款经营。
这都变做一个选举足重要这个部分。但是咱掠当来看的时阵，这对苗栗的发展其实是足无好的。所以咱看到讲，过去苗栗有足侪迄款表演活动。这是拢总无减，但是对苗栗人，伊到底伊的愿景来讲，伊到底是要希望，你譬如讲到糖即摆嘛有迄款代志人入来，啊苗栗伊是我新竹即个所在，伫选举进程嘛有迄款新竹要甲苗栗合并，即个议题，啊到底有法度对咱后一届迄款国土规划，莫拢大概拢因为要选举，较有即款国土规划即个可能，所以咱看到讲到底伫即个。苗栗这款选举内底，到底是看头人，还是看地方这款经营这个部分？咱看这款郭文德特别走去这款苗栗去徛台，去尤其安排柯妈妈甲迄款总统进来会面。所咱看到讲白色力量嘛想要插旗伫迄款苗栗，手嘛要想要存入去。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国民党吼伫这个所在经营足久啊，但是这款白色力量，民众党嘛想要插手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选后了苗栗的迄款地方政治，尤其是地方这议员，到底有迄款替换，还是有轮替无？这其实咱看到即届苗栗足特别，因为地方的议员吼，迄话有交棒，但是拢是爸爸交互遐，迄个家己后生，还是交互祖囝这个部分，根本拢总无轮替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这是较可惜的所在。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嘛。第二志愿啦，第一志愿是伊家己候选人提名人写复红，会使中选。伊是讲上无市定金无调安尼。啊，第二志愿就是这总统郑东锦吼，伊当选是第二志愿啦吼。啊，若是互迄个民进党的市定金当选迄落歹啊，因为目前的民众党目前的无党籍候选人，其实民众的国民党的党友啦吼，你会使。算吼，是毋是半年后，还是一年后，伊会去加入国民党无？所以讲是党友当选，应该对国民党来讲是第二志愿，也是袂歹啦。是头拄仔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婚林的张丽仙，头拄仔嘛已经家己宣布伊选调。即届伫中台湾，其实亲像头拄仔老师有讲到的，咱先来看郑东锦头拄仔。讨论的苗栗的选情，郑东锦已经宣布选调，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我们许县长要颁我们的后边给我们的未来的钟县长，掌声在哪里？谢谢。这时候我们要大喊：钟东锦当选，钟东锦当选，钟东锦当选，东锦东锦东锦。谢谢，感谢徐县长，谢谢，谢谢。现在换中间，好，谢谢，换左手边，好，谢谢。几票？好，谢谢。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大家长徐耀昌致辞，掌声有请，谢谢。我们这个刚刚新出炉的准县长，我们的钟东锦钟议长显抗力，还有这个发言人陈怡桦，还有在场的各位一起来支持钟东锦能够胜选的这些干部，以及各位乡亲，还有在场的各位媒体先进、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这个几个月的辛苦啊，真的是要感谢所有在场的各位基层的干部啊，还有乡亲对于这个准县长钟东锦钟议长的信赖啊，还有给他这个机会，能够在未来好好的发挥他的所长，因为他在议会的时候啊，就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脚踏实地、勇于认识，而且有魄力、有行政力的一个首长。那么在担任议长期间啊，他真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点呢，我是真的很感佩他。我常说的，这个一个人有孝心、有爱心，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功。那么他这几年来，从上一届的议员到副议长，到这一届的议长，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深耕基层，所以获得多数选民的一个认同。那经过几个月的冲刺啊，他能够这个胜出啊，表示我们的乡亲真的是眼光独到，希望未来的他的执政的团队在他的领导之下，能够把苗栗带到更好更高的境界。刚刚介绍了几个好。咱即摆看到的是苗栗县情动警的总部，那现任的苗栗县长徐耀昌是随到现场去恭喜情动警。要请问老师来看，安怎看苗栗即届的选举？其实徐耀昌代表国民党，伊走去情动警无党籍者随甲恭喜，这对社会来讲。所以我头拄讲这情动警是党友嘛，确实的哈，因为伊。本来甲国民党足近的啦吼，是要用提名这上去了才出来选的吼。而且这现任的县长苗县长徐耀昌嘛，无插中因为反对硬要甲伊徛在嘛，伊嘛讲若用开除党籍，伊嘛无咧惊，嘿，无要紧。所以讲对国民党来讲，虽然党提名候选人无当选，但是咧结果嘛袂歹吧，第二志愿啦。老师，若是我老师现在咱即马咧先来看蔡其昌的竞选总部，即马蔡其昌等咧讲话。所以这场选举，足以显现我们4年来的努力，并不能让这个城市的市民对我们找回信心。所以未来我们只能更努力，我们只能更加倍的检讨自己。我们才能够真的找出未来我们的方向在哪里。这个是今天我想我第一点想要跟所有的朋友来做报告。那第二点，我要感谢所有的市民朋友，我要感谢我们的竞选团队，特别是。到现在还陪伴着我。这是蔡其昌头大上先讲话，即马咱搁甲镜头来去情动警一定要发表以胜选的。大家好，这个时刻，我想首先，这一次的选举每次都碰到风雨，包括我18乡镇的倾听之旅，在头份是倾盆大雨还有我这个总部，那个时候要启用的时候，那一场活动也是倾盆大雨。然后这几天的我们车扫的时候，真的也是碰到倾盆大雨，衣服都湿了好几次，湿的又干，干的又湿。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要感谢的人非常的多。尤其是我们徐县长伉俪，还有我们陈超明委员，我的家人，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可可，还有苗栗县所有的乡亲，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一定会把它摆在心上，一定要努力认真的来承袭我们徐县长的宪政，脚步稳健，一步一脚印，我会把它做得很好。当然，诚如我自己感觉到，我真的是从年轻到现在一直是逆光前行接着又风吹雨打，甚至最近选举期间真的是胜不骄，败不馁的态度。希望我们能够在不断的为台湾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跌倒了，站起来，还会勇敢地向前走。我们感谢台湾人民一路的相挺，我们到现在，在这一场美好的仗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台北市民